巴西發現黑心肉，國同歐盟暫停懷疑有問題嘅巴西肉入口。各位，喺佔領行動期間向警員淋潑液體嘅曾健超放棄就3項罪成嘅控罪上訴，高等法院法官頒令維持原判，即時入獄5星期。曾健超舊年5月被裁定1項襲警同埋2項拒捕罪名成立，佢隨即保釋上訴。經過深思嘅熟慮之後呢，我會決定放棄上訴，並且今日即時找數。喺今日處理完有關法律程序之後呢，我就會即時服刑。我明白當晚我做嘅部分行為係法律唔容許嘅，我需要為自己做嘅行為負責。佢又否認擔心被加刑。我而家放棄上訴，其中一個考慮會係因為七警已經成功定罪。有人會話你因為係見到會唔會係最近有人重判3年之後，你驚加重刑期，你先至放棄上訴啊？呢個可以答大家，呢個從來都冇喺我哋考慮。而喺庭上，曾健超透過代表律師話放棄就3項定罪上訴。法官黃崇厚向曾健超確認係咪自願放棄，又問佢係咪清楚要即時收監，同埋係咪知道等同放棄上訴權。曾健超就回答係自願放棄上訴，亦清楚要即時服刑同埋喪失上訴權利。法官黃崇厚駁回3項定罪上訴，維持入獄5星期嘅原判。曾健超自己預計扣減刑期之後，大約要服刑31日。喺2014年嘅10月佔領行動期間發生嘅曾健超同埋7警案，8個被告至今全部判刑。曾健超以液體淋潑警員，被捕後被帶到附近變電站襲擊，7名警員被控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成，全部判囚2年，已經申請上訴。星期日係特首選舉，本身係社福界選委嘅曾健超，即使喺在囚期間，仍然可以喺懲教院所入邊投票，而佢自己都話會喺投票當日履行選委嘅責任去投票。無線電視記者張家浩報導。行政長官選舉星期日投票，候選人胡國興對民主300+大部分選委將會投票俾另一候選人曾俊華感到失望。行政長官梁振英就話並唔感到意外。獲民主300+過半選委提名入閘嘅候選人胡國興話：民主300+選委傾向支持一位接受喺831框架下重推政改，唔會就基本法22條立法，同埋唔支持全民退保嘅候選人，令佢感到十分失望。但係佢會全力進行競選工程，深信選委最後會按良心投票。行政長官梁振英喺出席行政會議前話：並唔感到意外。喺外國包括西方嘅開放嘅民主社會呢，包括啲兩黨制嘅社會，邊個黨嘅支持者就支持佢個黨提名嘅候選人，咁佢係清清楚楚嘅。所以呢個喺香港嚟講，亦都唔係乜嘢新鮮或者係稀奇嘅事情嚇。至於嗰300幾位大家泛稱嘅民主派嘅選委，佢唔投票俾林鄭月娥，睇個樣嚟，而家絕大部分都會投票俾曾俊華呢，我相信冇咩人會感到意外。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出席本台節目《清心直說》嘅時候話：唔認同有人話行政長官候選人林鄭月娥係梁振英2.0。I've known Kerry for decades. I don't think she's anywhere near CY 2.0. It's electioneering. Try to bring down the other side's reputation or the perception of the other guy. In this sense, I don't think we need to take this too seriously. 行政長官選舉嚟緊星期日投票。無線電視記者李維報導。位於黃竹坑嘅私家醫院港怡醫院今朝早開業，醫院由港大醫學院提供臨床管理，同政府訂立嘅條款中必須最少50%病床提供套餐式收費。院內500個床位，7成預留俾本港居民，房價每晚500至到8000蚊。非本地居民需要繳付嘅按金比香港居民多1倍。院內設有35個專科同分科服務，其中急症室初期朝8晚11運作，但唔會處理工業或者交通意外以及係燒傷等嘅危殆急症。
南韓前總統朴槿惠被憲法法院罷免之後，以疑犯身份到檢察廳接受調查，預計當局嘅審問要到半夜先至會完成，並且有可能喺審問後即時扣留朴槿惠。被罷免總統已經冇刑事豁免權嘅朴槿惠坐警方嘅車離開首爾3城洞寓所，大批支持者一早喺佢嘅寓所外等候，又搖旗呼喚佢個名。車隊沿途受嚴密保護。朴槿惠到達首爾中央檢察廳之後公開發言，係被憲法法院罷免之後嘅第一次。佢之後進入檢察廳，冇再回應記者其他提問。朴槿惠係南韓史上第4位接受檢察廳調查嘅總統。檢察廳外亦都有大批支持朴槿惠嘅民眾聚集。今次朴槿惠喺2個律師陪同下，就受賄、濫權等10幾項指控接受調查，並拒絕喺審問期間錄影。檢察廳據報會了解朴槿惠係咪收取三星集團賄賂，要求企業向親信崔順實掌控嘅財團出資，以及泄露政府機密，涉及超過200條問題。當局希望盡可能一次過完成審問。外界預計朴槿惠會否認所有嘅指控。除咗崔順實，涉案嘅官員同企業高層，包括青瓦台前首席秘書安宗範同三星集團副會長李在鎔等，亦都被起訴。以往朴槿惠仍然在任總統嘅時候，拒絕配合檢察廳審問，亦都唔批准當局到青瓦台搜查，直到憲法法院罷免佢嘅總統職務之後，佢失去刑事豁免權先至出席調查。若果佢被控受賄，會面臨超過10年監禁。無線電視記者徐其輝報導。巴西黑心肉醜聞仍然未平息，中國同智利暫停輸入巴西肉類，歐盟亦都決定禁止所有涉事生產商嘅肉類進口。巴西爆出黑心肉醜聞之後，衛生部門加強巡查超級市場，並帶走部分肉類化驗，確保符合要求。不過事件已經打擊巴西肉類嘅聲譽。中國同智利決定暫停進口巴西所有肉類。巴西冷凍食品協會話，其中一間被調查嘅肉食公司亦被禁止出口到香港。巴西農業部長馬吉證實中國方面禁止運到當地嘅巴西肉類產品卸貨，但佢強調中方唔係禁運，只係要求更多資料。另一方面，歐盟亦決定採取行動，星期一宣布禁止所有涉案生產商嘅肉類進口，又呼籲成員國提高警覺。And increase in any case controls on meat coming from Brazil, and this is a standard procedure in such cases. 巴西警方經過2年調查，上個星期5突擊搜查多間肉類製品工場，揭發有肉商售賣過期變質嘅肉類，並涉嫌賄賂食安監管人員發出銷售許可證，令已經變壞或者受細菌感染嘅肉類流入市場，甚至出口國外。警方合共發出38項拘捕令，而涉案嘅包括巴西最大肉商 JBS 同 BRF， 以及另外19間規模較小嘅肉商。巴西係全球最大肉食出口國之一，但今次事件重挫當地嘅肉類製品業。為咗平息事件，巴西總統特梅爾星期一出席活動嘅時候強調，6個月內巴西一共出口超過18萬批肉類，當中只有180批有問題，絕大部分只係屬於文件出錯。佢又喺星期日喺總統府約見數十位外國使領官員之後，邀請佢哋到餐廳食烤肉，希望挽回各國對巴西肉類嘅信心。無線電視記者鄧以佳報導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繼續訪歐行程，由德國轉到法國，同法國總統奧朗德會面。奧朗德喺巴黎愛麗舍宮迎接安倍晉三，兩國官員簽署民用核能合作協議。安倍晉三喺記者會形容，今年歐洲多國將會舉行大選，英國又將會同歐盟展開脫歐談判。歐洲正係經歷改變嘅時刻，佢希望歐洲能夠保持團結，繼續加強合作。奧朗德重申法國反對核武器擴散，會堅定支持日本應對北韓核威脅。法國巴黎奧利機場槍擊案，疑犯搶槍時嘅閉路電視片段曝光。着住白色上衫嘅疑犯貝勒卡塞姆